做人之大德，却是创建的神机；信是做人之根本，却是小人的工具。请想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侠厝》。做人什么上困难？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？避袂着上苦。什么缺世机会较好？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有志气着赢你哟，相逢赢着才苦了苦，你将赢着快乐，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毋惊失败赢你哟，用心付出为撇步。什么上困难？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？避袂着上苦。什么缺世机会较好？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阿爸，咱今仔是咧想啥啦？拄则伫咧街仔买衫的时阵，来问你有好看无？你连应就袂讲伊。好，你心肝内一直咧想今仔迄阿伯对无？你袂叫伊阿伯，伊是我的亲小弟，你也叫伊阿舅才对。我袂，是安怎？因为你看起来比较少年。是讲阿爸，你是阿兄，伊是你的小弟，是安怎？你看起来比较少年，伊看起来比你较差人。阿爸，等我啦！阿爸。几点？美管，我有一件代志想要问你。啥物代志？你讲啊。我这边拜托你寄予志玲迄张批，你有寄无？批？哦，你是讲含我大爷厝的话，做伙寄去迄张批哦？啊是安怎哟？志玲无收到。无收到？哪会安尼啦？哪有可能无收到？啊，我迄腹肚咧，是毋共我无收到？哦，迄腹肚我画足久的呢。到底是安怎啦？啊，敢会是邮局拍无去？是咱遮的邮局，还是美国迄边的邮局？啊，你敢知？免哩，我一定要去问下清楚。美管，你等我一下吼，我随家问下清楚，吼。建昌啊，啊你无爽快，哪会我讲啦？我知影吼，你是惊我烦恼啦。好佳哉吼，美管甲我讲啦。若无吼，你若倒落去吼，我是要安怎啦？你等我一下，我来房间摕钱吼，我带你来看医生啦。来，行啦。咱即摆看医生吼，啊，搁咧看病吼，咱紧来去啦。若无吼，医生就下班啦，行啦。老哥啊，我无安怎啦？哎呦，啥物无安怎？我听
听你讲话就知影啦，一点仔气力都无啦，紧啦，行啦！莫甲我救！哎呀，行啦，紧好啦，莫甲我救啦！我无安怎啊？你莫骗我好无？这个啊，我真正无安怎。建昌啊，我照顾你吼，嘛毋是一天两天的代志啦。你人有爽快也无爽快，敢讲我看袂出来是哦？你若真正无代志哦，你就袂家己坐咧这厨房啊啦。建昌，我是真正袂放心啦。你足无简单才好起来吼，我无希望搁看到你倒落去啦。落去啊！你莫我白想啦，我着真正无破病，是叫你放心啦。你若要叫我放心啊，你就带我来看医生啦。建昌啊，是毋是发生什么代志哈？我会记得，你想要家己一个人坐咧厨房，那已经是足久以前的代志啊。迄当阵吼，咱规工也无讲半句话啦。啊，若一开嘴吼，咱两个就要冤家啊，足无简单。咱即摆才有即款的生活，我无想要过较早迄款的日子啊。建昌啊，假使哦，你想要家己一人在遮休困哦，我袂搅了你啦。啊，不过你若是有啥物心事哦，你无爱甲我讲，也无爱找我参详哦，安尼我的心肝内足痛苦的，你知无？落去啊！我是咧想讲，自从我中风了后，我啥物代志拢爱靠别人，我无法度家己行，无法度家己食饭，无法度家己洗身躯。恁大个哦，拢遮尔啊辛苦咧照顾我，我无希望哦，恁为着我后摆世人咧大磨。建昌啊，咱是一家人呢，咱互相照顾吼，嘛是应该啊。无啥物应该啦，无人哦，注定讲一出世就爱照顾别人一世人啦。搁再讲哦，我嘛无啥物甲你照顾着啊。莫安尼讲啦，建昌啊，假使讲吼倒落去的人是我吼，我嘛希望讲你会当来照顾我。你知影，咱是翁仔某，照顾你哦是我的责任啦。就算讲哦，迄是偌辛苦的代志，我嘛心甘情愿，袂有半句怨言，你知影无？哪会还袂转来啦？出去遐久啊，甲阵还袂转来，三我要急死有影。啊，对哦，拍车电话问看建昌转去袂？啊对。啊，阿福啊，你转来啊！阿福，来，安怎？我问你吼，阿妈，啊，你有话要对阿爸讲哦？啊，我来楼顶，好。阿福，来，我问你一下，拄则我出去的时阵吼，美馆有带建昌来咱兜无？啊，你有拄着无？建昌有看到阿妹啊无？啊，定吼，你出去了后，我就带阿妹仔去买衫。啊，买衫？哎呦，好佳哉哦！你去买衫才会无拄着。啊，若无吼，若有建昌拄着阿妹啊，这场代志就大条啊啦，袂收煞呀啦。你有巧，会晓带伊去买衫，咬，嘿。好啊。哈。
阮伫咧半路拄着伊。有拄着？啊，你毋是带人去买衫，谁哪会拄着啦？啊，咱厝的甲家嘛一条路尔。安尼遐拄啊好，拄啊建中大美馆要来咱兜，啊安怎拄嘛拄会着？拄则吼，我咧提批去大廈厝要去互美馆，啊，听淑珍讲什么美馆带建昌来咱兜，我咧真着急，就赶倒转来要主动建昌去看到阿梅啊，结果安怎赶也是赶袂赴啦。唉，代志要来吼，还是会来啦，啊，我闪就闪袂赴。唉，对啦，啊，建昌看到阿梅啊有讲啥无？是毋是甲你同款？我哪将阿妹啊当作是文英的化身？啊！唉，阿母啊，你用脚头去想嘛知。啊，我头一摆带命来咱厝的，你就甲伊当作是文英的鬼魂啊！啊，怎无建中十日感情遐深遐久，你看敢袂？是啊吼，绝对又讲有代志要发生啊啦！阿母啊！免叫啦，我话要互你砸死啊啦！我要来煮饭啊啦！哎呀，阿母啊！有一去着呀哩哟，相逢赢着才苦了苦。食啦！阿母啊，你莫遐生气啦，拜托的啦。啊，食就食，你咧细细咧念啥？烦死！阿母啊，啥代志啦？啊无饭呢？去一个袂记煮饭啦，早去洗袂啦，爱你性命都罔吞。哎呦，阿妹拄着建昌，也毋是我挑伊过的。哎呀，好啊啦，好啊啦，食饭你就食饭，你细细咧念啥的啦？讲这有空无说，你要创啥？阿妈，你给我请去吃饭，有水无？啊，你踮厝的食饭，咱就清到你死啦，敢会看的心？哼！阿爸，阿妈是安怎啦？一定你对阿妈生气吼？哦，害人去扫着风台尾，搞衰。无啦，你食饭啦，吼！啊，因阿妈生气到无煮饭啦，啊，伊早会凊糜，罔食，吼，恁食去。阿爸，你看我请去书有水无？啊，爸，有水无啦？好啦，啊，你人水吼，穿啥拢水，吼。啊，你先食啦，我开楼顶找恁阿妈，吼。先食，吼。咱特别紧这书衫要穿互伊看，拢无共乌露一个，叫人家一个食饱，安尼才有生一家伙啊！歹食拢歹食。美官，记着，美官，我已经去邮局查过安尼。结果安怎？邮局迄边讲，嘛唔知问题是出伫咧倒位，可能是美国迄边拍无伊的啦。那安尼啦，美国毋是遐尔进步的国家，那连嫁一个普通的囝放弃去啦。咱的运气是安尼遐歹啦，连我囝阿姨喺北大遐厝的图嘛甲拍无去。记着，袂要紧啊，你重新画一百大遐厝，你重新讲话，我重新写批。我相信哦，咱袂遐尔歹运啊，逐边行逐边都拍无去。我相信只要是着你巴肚，甲我的批一定会足欢喜的。所以你一定要继续画，啊，我会继续写。
好，美官，我会继续。我要重新吼，搁为一北大兄厝的道夹起阿兄。我会继续吃亏。好，咱会做伙拍拼哦。啊，无啥物代志啊吼，我等下去房间啊。我无想要美观社会啊，志，嘛无愿意志人社会会啊美观。我是咧行善，是咧怨道，还是讲我咧行啥物？我明明知影美观甲志人是亲兄妹，因两个根本就无可能斗阵啊！搁再讲，美观对我的态度嘛一天比一天较好啊。伊对我讲话的口气嘛愈来愈亲切啦。迄天伊搁讲，是因为伊以前无了解我，即摆伊知影我是一个好人啊。我是有啥物通好烦恼的啦？即摆我安尼做，敢毋是表示讲我是一个北长正下的人？就算因两个即摆还有陪信的来往，内底所写的，嘛敢若是因兄妹之间的思念之情意义啊，是有啥物好甲因阻挡？美观若收到志人寄下伊的批，一定就会放心啊，嘛会足欢喜。美观若欢喜，我就欢喜啊。建昌啊，时间好无早啦，休困啊。建昌啊，建昌，莫阁想啊啦，休困啊，吼。玉记，我今仔日去找阿福啊，拢无拄着因。我有足侪话想要对因讲，我想讲吼。明仔载我阁要去走一转，去找因好无？有一去着呀哩哟，幸福赢着才苦了苦。我想讲吼，明仔载我阁要去走一转，去找因好无？好啊，无吼我陪你去啦，吼。你要陪我去哦？其实吼。讲安怎讲哦，阿福啊，甲阿姨哦，是咱即摆上亲的人啦。我总袂用吼伤骗因一世人啊。建昌啊，你放心啦，我去遐吼，我会点点陪叫了你啦，吼。免啦。免？是安怎？你对我无信心哦？毋是啊，我是惊你伤忝啦。你为着要照顾我。为透早无闲到暗，拢无啥困。我以后要叫你踮厝好好休困，我叫美观陪我来去就好。你踮厝补眠啦。哎呦，建昌啊，我袂忝啦。无吼，咱三个斗阵来去啦，吼。无吼，我叫志忠吼陪咱来去啦，吼。就安尼讲定哦，吼。要去啦。好啦，紧困啦，明仔载阁要出门咧，吼。你放心啦。我吼会叫你啦，来来来，哎，这里哦。
好啊啦，你莫搁讲啊啦，较讲嘛迄几句。我嘛希望无代志。万一吼，建昌甲淑珍若是为着阿妹啊，搁再冤家冤对咱兜来，你就知。阿母啊，我该讲的拢甲讲啊，伊应该袂乌白想才对啦，吼。阿福啊，其实即阵阿母上解烦恼的吼，就是建昌伊知影阿妹啊住伫咱兜。你想，后摆建昌是毋是会3万2万，我要来看阿妹啊？哎呀，母啊，袂啦，但建昌大人大种啊，伊敢遐袂晓想？怎么？伊参淑珍打遮好好，真无简单，家庭遮团圆遮温暖尔，伊怎么为着一个查某囡仔啊家庭搁来甲母派？对，袂啦，莫有白想啦，吼，莫烦恼啦。希望是会当照你所讲的安尼啦。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演出悲伤快乐无啊，最主导演是谁？演啥物角色？未来剧情啥款？啊，人生的舞台，啊，有幸福悲哀，啥人问怪我的不爱这款的安排？啊，演出怎精彩？啊，有缘爱落台，人生的剧本好歹，家己写出来。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